霍爾木茲海峽嗰邊又搞到好緊張。伊朗戰爭打到嚟第9個星期，美國仲係封鎖住啲港口。另一方面，匈牙利大選結果竟然令到歐洲政壇大變天，奧班 Orbán 執政16年嘅時代終於正式玩完啦。今日係星期3，環球重磅頭條，我會同大家拆解呢兩單影響住能源價格同全球地緣局勢嘅大新聞，仲有對我哋普通人生活有咩實質衝擊。我哋首先睇下中東嗰邊，呢場戰爭係喺今年2月28號打響。當時美國同以色列聯手發動咗一個代號叫史詩之怒 Operation Epic Fury 嘅空襲行動，目標好明確，就係要炸毀伊朗嘅軍事設施、核設施同埋針對佢哋嘅高層。開戰第一日，伊朗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就已經被擊斃，伊朗隨即展開報復，向以色列城市同埋海灣地區嘅美軍基地射咗幾百枚導彈同幾千架無人機，連阿聯酋、卡塔爾同巴林呢啲國家都中招，造成咗好嚴重嘅傷亡同設施損毀。最影響大局嘅係全球貿易嘅命脈霍爾木茲海峽，喺戰火爆發後幾個鐘頭內就已經實質上封鎖咗。呢條水道雖然得21英里咁闊，但平時係孭起咗全球大約2成嘅石油、8000萬噸液化天然氣，同埋超過1成嘅貨櫃船運力。危機爆發之後，航運保險費短短1個星期就升咗4到6倍。海峽入面一度有超過47萬個標準箱嘅運力被困喺波斯灣，啲船公司見勢色唔對，紛紛宣布要繞道行好望角，咁樣搞一搞，每趟航程要行多10到14日，仲要加收高達3000美元嘅緊急附加費 surcharge。睇返具體數字，亞洲去北美西岸嘅貨櫃運價升咗大約4成，亞洲去北歐嘅航線就升咗大約2成。歐洲嗰邊都好緊張，因為佢哋有大約12%嘅液化天然氣係由卡塔爾供應，一定要經過呢條海峽，搞到歐洲能源市場都非常之緊張。外交方面，4月7號到8號期間，美國同伊朗達成咗一個為期2星期嘅臨時停火，以色列都有份。不過呢個停火真係好脆弱，因為伊朗竟然對過路嘅船徵收每艘超過100萬美元嘅通行費，其實同封鎖都冇乜分別。美國由3月19號開始就有軍事行動，想夾硬開返條海峽，但暫時都未成功。特朗普政府嘅態度亦都好硬淨，話唔會俾人吹，甚至放狠話要將條海峽改名做美國海峽或者特朗普海峽。同一時間，以色列同黎巴嫩嗰邊都仲打緊，雖然雙方同意延長停火3星期，但南部邊境嗰啲細規模衝突 low intensity conflicts 根本冇停過。分析師預計，呢場海峽危機好大機會會拖到2026年下半年。當中東嗰邊條能源命脈俾戰火威脅緊嘅時候，歐洲嘅政治核心都經歷緊一場大地震。4月12號，匈牙利舉行咗國會選舉，結果真係令全世界都跌晒眼鏡。由前奧班政府內部人士馬扎爾、彼得 Peter Maga 領導嘅蒂薩黨 TISA Party， 竟然以壓倒性優勢擊敗咗執政成16年咁耐嘅奧班維克多 Viktor Orbán。今次投票率高達 78.94%， 係自從1990年匈牙利民主化以嚟最高嘅一次。我哋睇下數字，喺國會199個議席入面，蒂薩黨一舉拎咗141席，遠遠超過咗修憲所需嘅2/3門檻133席。呢個係匈牙利自由選舉史上單一政黨攞到最大規模嘅授權。相反，奧班嘅青年民主聯盟 Fidesz 只係剩翻52席，直頭係被腰斬咁滯。馬扎爾將今次選舉定義為一個抉擇，到底係揀東方定西方，揀政治宣傳定誠實嘅公共論述，揀貪污腐敗定廉潔生活。而匈牙利嘅市民就用選票俾咗一個好明確嘅答案。奧班喺選舉嗰晚已經認咗輸，話個結果雖然好痛，但好清楚。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就話，歐洲嘅心臟今晚喺匈牙利跳得好有力，匈牙利揀咗歐洲，呢場變局嘅意義真係好深遠。奧班一直以嚟都被視為歐盟入面嘅麻煩友，成日阻住晒對烏克蘭嘅援助，
挑戰法治價值，仲同俄羅斯普京行到好埋。佢今次落台，唔單止係匈牙利國內嘅政權更替，更加係對歐洲右翼民粹勢力嘅一次重創。如果第薩黨順利組閣，行返親歐路線，歐盟對俄羅斯制裁嘅協調性會強好多，對烏克蘭嘅支援亦會順暢啲。不過短期內，匈牙利嘅政局肯定會經歷一段幾混亂嘅重組期。呢兩單新聞睇落好似唔太拉楞，一單係中東，一單係歐洲，但其實佢哋一齊反映咗2026年全球一個好大嘅特徵，就係地緣碎片化加埋能源不確定性。伊朗危機如果搞唔掂，能源價格繼續升，最後一定會轉嫁返去全球通脹度，而匈牙利變天就可能會令歐盟嘅對外政策洗牌，間接影響埋貿易、移民，甚至係同中國嘅關係。對於我哋喺英國或者歐洲生活嘅人，有兩點要特別注意。第一，生活成本壓力，油價同天然氣成本如果再加，大家嘅生活開支同公司嘅運輸成本一定會變貴。建議大家要 mon 實啲能源帳單，適量執一執預算。對於我哋喺英國或者歐洲生活嘅人，有兩點要特別注意。第一，生活成本壓力，油價同天然氣成本如果再加，大家嘅生活開支同公司嘅運輸成本一定會變貴。建議大家要 mon 實啲能源帳單，適量執一執預算。我嘅觀點，短期內停火談判仲有好多變數，大家要有心理準備面對一個高波動嘅市場環境。長遠嚟講，匈牙利嘅轉變可能係幫歐盟打咗支強心針，注入新動力，但同時亦都考驗緊歐洲點樣去處理內部嘅分歧。對我哋普通人嚟講，穩陣最實際，做好準備應對外部嘅震盪，好過估個結局會係點。今日同大家講下世界歷史冷知識，你有冇諗過霍爾木茲海峽 Strait of Hormuz 呢個名係點樣嚟嘅呢？其實呢個名係源自以前統治呢片海域嘅霍爾木茲王國。早喺1507年，葡萄牙探險家阿爾布克爾克攻佔咗呢度，之後就壟斷咗歐亞香料貿易長達1個世紀。後來英國、法國呢啲強權都為咗爭呢個位爆發過唔少衝突。幾百年後嘅今日，呢條咁窄嘅水道依然係全球能源嘅命脈。邊個控制住佢，就等於捏住咗全球能源嘅喉嚨。下次再聽見海峽新聞嘅時候，你會唔會覺得歷史同而家嘅局勢其實息息相關呢？以上就係呢個禮拜兩則環球重磅頭條嘅深度剖析。中東能源危機同歐洲政治變局都喺度提醒緊我哋，呢個世界從來都冇真正平靜過。喺呢兩單新聞入面，你最擔心邊一部分呢？係怕能源價格繼續升，定係驚歐洲局勢會引起連鎖反應？你覺得伊朗危機喺短期內可唔可以完全解決到？歡迎喺留言區 share 下你嘅睇法，我哋一齊傾下。喜歡這類國際新聞解釋，記得 like、comment、share 同 subscribe 啦。我們每週三繼續重磅頭條，禮拜四財經市場風向標，我哋會同大家聊下股市同財經動態。多謝收睇，我哋下集見。